喺乒乓球呢個熱血沸騰嘅世界裏面，每一場賽事都好似夜空中嘅璀璨星辰咁，吸引住全球球迷嘅熱切目光。而世界盃作為呢項運動嘅頂級盛事之一，更加係全球乒乓球愛好者心目中嘅神聖殿堂。點知就喺呢個萬眾矚目嘅大舞台上，竟然爆咗出嚟一個突如其來嘅大新聞——樊振東。呢位國乒嘅超級領軍人物竟然宣布退出即將開波嘅世界盃，呢個消息就好似晴天霹靂咁，瞬間喺乒乓球界掀起咗一場軒然大波。樊振東，一個名就夠晒令對手心驚膽戰嘅乒乓球王者，佢憑住出神入化嘅球技、堅如磐石嘅意志同埋永不言敗嘅努力，穩坐國乒男隊嘅絕對核心寶座。不過喺巴黎奧運會嘅輝煌落幕之後，樊振東卻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嘅決定，退出世界排名。呢個舉動就好似佢向世界宣告，要暫時離開國際賽場嘅璀璨聚光燈，選擇一條更加低調嘅路去行。按照賽事嘅既定規則，冇咗世界排名嘅樊振東本應同世界盃無緣，但好彩嘅係，由於佢係上一屆男單冠軍嘅身份，竟然奇蹟咁獲得咗呢次世界盃嘅參賽資格。呢個消息無疑令到一班球迷好似睇到咗曙光咁，滿心期待樊振東可以重返國際賽場，再創輝煌。畢竟樊振東嘅回歸唔單止意味住國乒男隊將再次擁有一位強大嘅領袖，更意味住佢有機會喺國際大賽上繼續書寫屬於自己嘅傳奇篇章。點知就喺球迷們滿懷憧憬嘅時候，國乒卻突然官宣咗參加澳門世界盃嘅參賽名單。令人意想不到嘅係，呢份名單度竟然冇樊振東嘅名，佢嘅參賽名額俾後生仔黃有正頂咗上去。呢個結果真係令到一班球迷大失所望。佢哋紛紛猜測，究竟係咩原因令樊振東最終放棄咗呢次千載難逢嘅機會呢？其實樊振東嘅退出並非一時衝動嘅決定，而係經過咗深思熟慮嘅結果。國乒領隊何蕭同埋王皓指導接受採訪時，透露咗樊振東退出世界盃嘅真正原因。原來樊振東喺綜合考量咗自己近期嘅狀態同埋手頭嘅各種事務之後，做咗呢個艱難嘅決定。王皓指導話，球隊充分尊重樊振東嘅選擇，佢深知作為一名頂尖運動員，樊振東承受嘅壓力同埋負擔係常人難以想象嘅。喺巴黎奧運會之後，樊振東唔單止身心俱疲，仲要面對各種商業活動、社交應酬等繁瑣事務。呢啲事務雖然睇落好似好輕鬆，但實際上卻好似吸血鬼咁，消耗咗佢大量嘅時間同精力。喺呢種情況下，樊振東選擇退出世界盃，無疑係一種明智嘅選擇。不過，樊振東嘅退出並非冇遺憾嘅。喺 WTA 重慶冠軍賽進行期間，有媒體影到樊振東獨自一人現身機場嘅畫面。佢背住個中式嘅大背囊，手提黑色嘅行李箱，行色匆匆。佢嘅身旁既冇國乒嘅工作人員陪伴，亦冇助手喺側。佢獨自一人，好似一隻迷失咗方向嘅孤舟，喺茫茫人海中孤獨地漂泊。呢個畫面真係令到無數球迷感到心酸同惋惜。佢哋紛紛話，如果國乒能夠多啲俾樊振東支持同關懷，令佢感受到球隊嘅誠意同溫暖，或者佢就唔會選擇退出世界盃啦。畢竟樊振東對乒乓球嘅熱愛同執着係眾所周知嘅。佢之所以選擇退出，更多嘅係因為內心嘅掙扎同無奈。當然，樊振東嘅退出都並非冇積極意義嘅。從國乒嘅長遠佈局嚟睇，樊振東嘅退出無疑為年輕選手提供咗更多嘅機會。喺乒乓球呢項運動度，
新老交替係永恆嘅主題，只有不斷培養新人，先至可以令國冰保持強大嘅競爭力。而樊振東嘅退出，正好為後生仔黃有正等年輕選手提供咗一個展示自己嘅舞台。黃有正作為國冰嘅新生代選手，近幾年表現出色，多次喺國內外賽事中取得佳績。佢嘅遞補參賽，唔單止係對佢個人能力嘅認可，更加係國冰梯隊建設嘅重要一環。另外，樊振東嘅退出都體現咗國冰對運動員身心健康嘅重視。喺競技體育中，運動員嘅身心健康係至關重要嘅，只有保持良好嘅身心狀態，先至可以喺賽場上發揮出最佳水平。而樊振東選擇退出世界盃，正係為咗調整自己嘅狀態，為未來嘅比賽做好充分嘅準備。不過，樊振東嘅退出都引發咗一啲爭議。有球迷認為，樊振東作為國冰嘅領軍人物，應該承擔起更多嘅責任同義務。佢嘅退出，無疑會令國冰喺世界盃上嘅競爭力受到一定影響。而都有球迷表示理解同支持樊振東嘅決定。佢哋認為樊振東已經為國冰付出咗太多，佢有權利選擇自己嘅生活方式同比賽節奏。其實無論係支持定反對，我哋都應該尊重樊振東嘅選擇。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活方式同追求。對樊振東嚟講，佢選擇退出世界盃，並唔代表佢放棄咗乒乓球事業，相反，佢可能係為咗更好咁調整自己嘅狀態，為未來嘅比賽做好更充分嘅準備。而國冰方面都應該從呢次事件中吸取教訓，佢哋應該更加關注運動員嘅身心健康同比賽狀態，為佢哋提供更好嘅支持同關懷。只有咁樣，先至可以令運動員喺賽場上發揮出最佳水平，為國冰贏取更多嘅榮譽。喺呢場乒乓球嘅頂級盛宴中，樊振東嘅退出無疑成為咗最引人注目嘅焦點。佢嘅決定好似一粒石子投入平靜嘅湖面，激起咗層層漣漪。而國冰嘅參賽名單就好似一張神秘嘅畫卷，慢慢喺球迷們嘅眼前展開。樊振東呢個曾經令對手聞風喪膽嘅名，如今卻選擇咗低調同沉默。佢嘅退出好似一位王者選擇咗暫時嘅隱退，令無數球迷感到惋惜同唔捨。不過，正係呢份惋惜同唔捨，令我哋更加期待佢未來嘅回歸。而國冰嘅梯隊建設就好似春天嘅播種，期待住秋天嘅豐收。黃有正等年輕選手嘅崛起，無疑為國冰嘅未來注入咗新嘅活力同希望。佢哋嘅表現將決定住國冰未來嘅走向同輝煌。樊振東嘅退出，無疑俾國冰同球迷們留咗深刻嘅思考。佢嘅決定係對個人身心健康嘅重視，定係對乒乓球事業嘅暫時放棄？佢嘅退出係國冰梯隊建設嘅必然結果，定係國冰管理上嘅疏忽失誤？呢啲問題或者冇明確嘅答案，但我哋可以確定嘅係，樊振東嘅退出無疑俾國冰敲響咗警鐘。佢哋應該更加關注運動員嘅身心健康同比賽狀態，為佢哋提供更好嘅支持同關懷。只有咁樣，先至可以令國冰喺未來嘅比賽中保持強大嘅競爭力，繼續書寫屬於自己嘅輝煌篇章。而樊振東嘅未來都充滿咗無限嘅可能，佢可能會選擇繼續征戰賽場，為國冰贏取更多嘅榮譽。佢都可能會選擇退役，開始新嘅生活篇章。無論佢做咗咩樣嘅選擇，我哋都應該尊重同支持佢嘅決定。畢竟喺乒乓球呢個世界度，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嘅星神。佢哋用自己嘅光芒照亮咗呢片天空，都用自己嘅故事激勵着無數後來者。而樊振東無疑係呢片天空中最耀眼嘅星神之一。佢嘅退出
或者只係暫時嘅隱退，佢嘅未來依然充滿咗無限嘅可能同期待。